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村民大会。大家看到俩天气系冻降，冇错。不过大家也知哦，俩昨天是系非常安辛苦，所以俩下呢，无论系到天然地图，也系讲杂果子，也系食物，俩都系冻辛苦，千冇因来停收啊。不过乡亲朋友看到我后背有热圈热，俩冻度个天然现象来合作天色。咱系老同葡萄经验个计划哦，为葡萄创立新业老工，来成立了个农业服务团，老俩圈人里呢，也做咧并到农业现场去停收，也捕捉了下到偏向到种挑和欠人里安个情况。村民大会基本系来到咧南挑，为求到了着学生儿，了着农业个新生态，向下来探讨开讲，因为了下眼皮去到现场。开会了！好，欢迎大家嚟下到呢度討論嘅現場。眼皮為大家紹介裏邊，題為呢紹介係羅同埔羅同里發展署嘅兼任視察楊國勝，你好。各位来宾，大家好。歡迎搶座。題為裏邊呢紹介係農委會農糧署嘅副署長蘇茂祥蘇副署長好。各位来宾，大家好。歡迎搶座。第三位呢紹介係南投縣政府社會老羅同處嘅處長林俊武林處長好。各位来宾、各位观众，大家好。歡迎搶座。第位裏邊係台灣農村青縣嘅副秘書長陳平軒，平軒好。各位来宾，观众電視聯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你，請坐。還有我們現場南投的鄉親朋友，你們好。不過我們知道勞動部在今年的1月開始推動了一個勞工的農福團試辦計劃。簡單來跟各位說明，它是一個什麼樣的計劃，想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簡單來說，這個勞工的農福團像是一個人力派遣公司，它有一個組織成立之後，好比說就形成一個用人單位，它可以透過民間的團體或者是各地的農會來組織起來。這個用人單位呢，就像等同於僱主，他會去對外招募有興趣進入到農業現場來幫忙工作，作為相當的這個補充人力的這樣的人選進來。不過它有一定的門檻呐，好比說要符合，它是原則上是針對失業勞工，你有興趣想要來加入到農業現場，你一樣是去打工，你可以選擇去工廠打工，現在可以選擇到農業現場來打工。那這些需要工人、需要勞工的農民，好比說種文旦柚的老伯伯，還是說你自己有種好幾甲的田，你現在就是缺人手的這樣子的虛工農戶，你可以跟用人單位來申請這些勞工來幫助你。這樣子的一個試辦計劃的一個組織內容，讓我們覺得很眼熟。如果對農業有一點點關心的人，就會想到說，農委會之前在前幾年也辦了這個農事服務團。那這兩個農福團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勞動部這次做的呢，又是一個帶來什麼樣的效果？先跳過樣片哦，你咧看，其實呢，你下到國家人士推出了個試辦計劃了後，有人去報名麼？叫報名個人實際去到天橋去做事，又係哪條情況？南投竹山一笪偏僻嘅山區，以初太縣休機場當作假期觀光，工作人員各自有無限嘅事。有人負責建築物嘅建建，有人處理內部設備嘅安裝。其中呢個後生人看起來醜醜、皮膚污污，叫安做林一凡。32歲嘅佢，其實本來都被迫準備公職考試。3年前，因為家庭因素，將故鄉退休阿爸做農。人生再怎麼樣，有的時候家人其實還是很重要的。那家人需要陪伴的時候，其實有的時候，因為我覺得我還年輕。那與其是說專心拼公職，考上一個公職，倒不如說其實有個機會的話，也可以去接觸點不同的東西，在社會上那邊，去看四處看一看。大學土家系教育研究所專門讀海事管理，因為駕駛官因為愛同阿爸做伴，林一凡選擇同過去讀書學嘅完全無相關嘅行業。不過阿爸做農實唔係一順利，也賠一刀錢。日日加簽佢3萬學農事技術嘅決心同經驗，所以自家就到南投境內慢慢學。今年南投縣政府開辦農事服務團，幾個天來試下啦。真的有機會見識到各種的作物啦，
然后各种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地理特性啊，然后还有不同的说老板他的经营方式，他的农场规模，这些都可以当做以后自己的一个参考的资料这样。來到南投縣另外一個農事服務團嘅工作現場，人員當初分配了。以前遇到農夫為到愛請短期工人直接上路見，竟然要農事服務人員嘅投入，算係多了一項親民嘅方式。有這個農事服務團，對於用人單位他就省得去一天到晚去找說哇缺工的人要哪裡找，他直接找我們對口單位來，我們就可以解決他的需求。馬上解決他的需求。因為農事的話，有時候就是很迫切，我這個禮拜要做什麼工作，一定要把它做完。那如果缺工的話，它就會影響到往後的那個，包括產品的那個成長啦，或者它的收穫量都會影響到。南投縣政府今年同5個民間團體合作，招募125個農事服務人員，係個演示10多個，這項期間嘢落來也越做越好。團員期待向下達標做出成效，本勞動部明年是得繼續辦理這項政策。大家都講，你推翻係農業封關哈，有很多從農的農民朋友有錢有地，可是就是苦於無人地哈。先請教一下勞動部的這個視察哈，請問一下，這一次我們的這個預算是從哪裡來的？那目前為止，這個試辦計劃到現在的績效如何呢？農委這邊有調查了這個幾個重點的一個產業啦，那大概平均起來有大概1000多個一個缺工的一個需求。是，那陸陸續續我們有在做這些媒合的一個相關的服務。那針對了這一次的這一個試辦的一個計劃，我們希望說透過這個農服團啊，把這個零星的一個工作的這樣子的片段的一個用化零為整的一個方式啦，把它串成整個年度的一整個年度的一個勞工的一個需求。你們要招募多少人呢？穩定的工作的話，就會有穩定的一個收入。要招募多少人呢？那我們原本的一個規劃是準備要招募600個人。600個人。預計啦，預計哈。預算是多少？預算大概1.9億左右。1.9億，對，600多個人。那目前績效執行到現在如何？那目前呢，因為我們有受理到現在有10個縣市政府來提出申請，但是我們並沒有去規範到他說的一個上限，就是說他申請的人數也好，經費的額度的一個上限，我們並沒有去匡列它的一個上限哈。它依照縣市政府的一個需求，這個缺工的一個需求真正的來這個實際上來提出需求哈。是。那目前有核定的有6個縣市，總共16個服務團。補充一下，就是現在視察講到就是這一張圖哈，全台灣現在有6個縣市提案哈，來申請這樣一個勞工農服團向勞動部，所以包括看到宜蘭哈要招募42個農服員，南投最多就是我們今天錄影的現場有5個用人單位，他們要招募125個農服員哈。那再來看到苗栗、台中、彰化跟高雄市，剛剛我們的視察說了，本來有10個，後來有4個打退堂鼓嗎？那現在剩下6個縣市。不過台灣那麼多的縣市，講起來也有看到很多的真正的標榜是農業大縣，比如說東部的花東啊，怎麼反而沒看到他們提報申請？難道他們不缺工嗎？就我們的了解哈，就是說整個他們會考慮一下，就是說因為這個算是一個試辦計劃，也是剛開始的計劃，他們會採取比較保留、比較觀望的一個態度。那有些縣市表示說，他們缺工的一個規模，並沒有辦法組成一個農事服務團來運作，所以他們也放棄申請了。所以缺不到這麼多人，所以不需要哈。那我請教一下農委會，其實農委會真正對農業現場的了解跟掌握，應該資訊是更多。主要現在缺工的農產業，應該是以作物來分，像茶啦、畜牧產業、屠宰業，還有甚至你剛剛講到蘭花使用的一些菇蕈、菇菌、果樹，這些其實都是勞力密集，它可能在種的時候跟採收的時候要做維護管理，那個人力很多。這個我們看過資料以後也知道，其實呢，我們現在需要人力的地方很多，可是殘酷的現實是我們在農地
地现场里面的农民们年纪又慢慢的大了，这几年来从58岁一下跳到62岁，62岁当然也还很能做啦，因为台湾农民很强，只是越做越辛苦。因为农业缺工哦，里面有一块啊，就是季节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当然还是有蛮多个地方反映还是缺工，所以未来我们不是只有成立农事服团，那农委会啊会提出其他的一个方案哦，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一直积极在推广农业的机械化，我们从事稻作的耕作啊，几乎90% 以上都是农业机械化，但是我们有那么多的农粮产业，机械化程度都还不够，所以其实很多的配套都要搭配一起做。对，副组长先谢谢你到这边哈，那我请教一下平轩，我们为了要解决现在农业缺工的情况，我们想办法去开拓人力的来源，去抓人。劳动部这边抓的是针对锁定在失业的劳工人口，他们不见得具备农务的能力，但是至少有兴趣跟意愿要来加入这个。那农委会它是比较专业一点的，有一点基本的技术门槛。在你来看，这样子的人力提供出来，能够直接解决掉农业缺工的问题吗？但是觉得还有一些什么地方不够到位的呢？农村的缺工，它并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它是根源于农村的人口结构、农村的社会条件，还有农产业的特殊形态而来的。今年缺，明年也会缺啊。对，所以说，如果我们认为，也就是说，农村缺工的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那既然它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它有更深层的原因。那我们不管是产业的劳动条件的改善，或是产业环境的改善这一点，那是比较长期的计划。那我们就单就人力调配的这一点来说的话，那我想可能不能只有单纯短期的提供打零工这样的机会。那在劳动部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方案之后，开了一个门。那后面阶段，农委会跟劳动部是不是能够透过跨部会的合作，去把例如说教育训练、职涯规划，好，然后连接上农委会现在既有的农民学院啊、农民培训啊这些等等的课程，我想是这个计划能不能够长久推行，让人力回流的关键。是，谢谢。其实我们发现，这是劳动部的示范计划，好像某种程度开发了一个市场。那些呢，现在暂时没有工作的人。不是只有想到说我们可以去工厂找工作，回到农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那兴趣你不去做不去试，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兴趣有没有能力呢？我们今天来到了录影现场，在南投，南投是在这一次的示范计划里面表现比较出色的一个县份哦。它不管招募的人员，还有来动员的单位都是比较多的。南投县这一次总共有5个用人单位，我们看到很多其他的县市都是农会嘛，好，在基层比较多。那但是我们看到是几个民间的团体各自来组成，然后各自要招抚的人大概有20个人、45个人，大概加总起来，南投县就招募了125个这样子农务士，可以来帮忙我们的虚工农民朋友一起做农哈。我先请教一下我们南投县政府哈，目前这次招募的这120多个的农务士。大概是要做哪些工作？要进到哪一些农业现场？那我想南投县目前的这125位里面，当然我们是大部分是以出发点出发点是以茶叶了，因为南投县的茶产值是全国最高的。是。那还有我们为什么在原民地区？因为现在原民地区的种了很多的蔬菜还有水果，这个产值也算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将初步启动的时候，我们目标就大概就选定在这个方向。那我请教一下，你刚刚说南投农业大县，那这些都是很急需要人力的产业，产业又那么多，你们有估算过全南投县大概需要的这个人力缺口是多少？几千人啊？其实农业缺工是很难统计的，因为它的农产品有时候它的成熟期是一期的，但肯定比125个要多很多吧？那当然多太多了，我们估计大概在3000人以上了。那125对3000，这个人数你们没有办法再扩大或者是提高招募人数吗？这是我们的目标了，因为这是一个示范其实我们也不敢把规模弄得太大。像我们起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社团要来跟我们接洽。那我们最后在10几个报名的社团里面选定5个团。我们不是说来的就让他办理我们也有点害怕了，因为这个制度到底走得通走不通都还不知道。那我来请教一下在地的民间组织，在承办这个示范计划，在第一线，你们实际在招募人力的过程中有哪些观察跟心得？请在地的民间组织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我们这一次看到的是很多的外配，
外配我们的团里面外配占差不多18位，我们45位占18位，也就是1/3强。那还有很奥妙的哈，里面45岁的也差不多1/3，然后45岁以下，我们这一次很惊讶，连硕士返乡回来都加入我们的团，各种特色的人都来报名。对，基于我们叫做国际特色团，很可爱。那请教一下。这些朋友们在你们面试或者在询问的过程中，他们是都对农业有兴趣吗？那过去有没有从农的经验？来做这个会不会怕生手？会不会怕做不来呢？有一些是因为他经营农业，他失败了，那他想要再学习。对。那有一些是，我家小孩子需要奶粉钱，所以他加入。那有一些是回来照顾父母亲，那他父母亲比较康健，他又舍不得离开。所以他希望留在这里，他没有工作，所以加入我们。所以几乎各种人几乎都有。是。那有一个特色我们这个团有45位。是。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差不多有37位是没有更动过。你说都真正就到现场去帮忙工作，没有打退堂鼓。对，都做下去了。对。那其中差不多有8位是换了7次的，换了7梯。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差别？基本上我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农业缺工基本上就是要有得做，然后他要坐得住，而且要耐得住。张先生，这次示范计划出来，你们也招募了这么多的人力，那些打电话进来想要找人的农民多不多？好多。大概都是什么产业或种什么作物的比较多？大部分采收的。需要采收工。比如茶叶的，还有采火龙果的，还有甘蔗的。这些产业都蛮多的，特色啦，还有什么有制茶的。那你这45个人不够用吧？基本上是不够用。但是要说实在的，我跟我们的社老师一样，我们也害怕太多人，我怕我们做得更不好。但是你们会希望可以再继续的不断尝试下去吗？这是一定的。是，谢谢你，你请坐。那我也请教一下这位。俊杰嘛哈，其实一开始都是磨合起来，就是也是有施工单位跟我们反映说，我们派的农务士不适合他们的工作，像是一开始不会用除草机，然后他就跟我们反映，然后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先办教育训练来增加这些农务士的技能，然后后来就是经过这2-3个月，其实这些技能以及我们对于施工单位及农务士的特性都比较了解。所以，对我们用人单位做管理的话，我们就会针对施工单位它的工作性质，然后去派出适合的农务士，然后减少这些磨合的一些情况。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目前有3个人是派工到民间的火龙果园，然后就我知道是最近火龙果园的老板就是为了想要留住我们3位的农务士，然后就主动的帮他们加了薪水。哇，因为表现太好，所以这些农民朋友非常的肯定他们。对，因为他老板跟我反映说，他们之前都是跟外面的像临时工或者是出工来寻找一些农工，但是这些人他们的稳定性以及素质都不是很好。然后就肯定我们农务人员的素质跟稳定性。谢谢你。那我们把这个现场来发言的机会开放给有没有这次农服团的成员？那你实际进入到农场去工作，辛不辛苦？那你做的过程中有没有收获得到肯定？然后有没有学到一技之长？我们一大早去就是捡果，然后捡果完成以后，就是到工厂里面去做筛选，去做等于说是一贯性作业了，就是先再筛选过，然后把一些不好的打掉，然后再接着包装。是。那我想请教，为什么你会想要加入这一次劳动部的示范计划，加入我们的农事团？因为我看我们的长辈常年下来，我们刚刚大家都提到了，我们普遍性都是缺工嘛，那我们看到我们长辈养育我们这一代都那么辛苦，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劳动部这边有这么好的一个计划的话，我想说，我们身为一个农家子弟，还是说我们应该有这个能力能够来帮忙的话，我们应该是很 OK 的啦。也是很愿意做。那大哥，我可以请教吗？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呢？我早期是在工业区上班。哦，你在工厂工业区。这一次的示范计划其实只有1年半，也就是到明年的6月30号就结束了。你在红龙果园里面工作做得很快乐，也得到肯定。那如果半年后就失业了，没有工作，你会觉得遗憾吗？你会想继续在农业这一块继续耕耘下去吗？会的，因为我想说，既然我们
就是说我的建议就是说，能够把这个计划哈，能够继续的推展下去，能够延续下去。那就针对我们在这个试行这个阶段呢，有一些缺失的，我们可以来检讨、来开会来改进。因为这个是一个善的一个循环。我是希望都能够延续下去，因为普遍我们整个全省市都是缺工的部分。是，谢谢。农业持续缺工，那现在加入农业帮助的人也希望做下去。请问一下视察，我们这个计划1年半就结束了吗？有没有可能继续有永续性的思考？我们的计划是1月公告没错哈，但是陆陆续续才从6月份陆陆续续还核准而已，所以上路还差不多3个多月左右哈。那其实还有这些农务人员跟用人单位还有一些磨合，跟施工单位还有一些要调试的部分。刚刚有一些先进也提到，农务人员先进也提到，就是说还是需要再去做调整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你还要做一段的时日才做一些客观性的一个评估啊。到底未来这一个计划要不要再续行？目前我们有开过什么滚动式的检讨会议了吗？或者一些其中的结案报告？还没有。那我们预计说，平常我们就有一些访视的一个行程包括这个用人单位、县市政府我们分属。那我们这个月我会安排的，我们安排的也要部里面会安排这边到各个这个县市政府的这个农务团在实际上去了解一下整个实际的状况。刚刚农民大哥也都反映到，其实他们很希望继续做下去，人家好不容易做出兴趣来了有可能打开这一扇门了。明年度、后年度有一些计划吗？在劳动部这边这个部分还是要整个计划告一个段落的时候然后再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评估。听起来是先告一段落，接着再谈。那其实这个计划目前来讲是有看到一线曙光，可是没有做下去，会不会很可惜？刚刚你听到在地的乡亲都有特别去提到说，这个计划在推动上面，那不管是对施工单位也好，然后或者是加入这个农事帮助的劳工也好，它其实都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我是认为这个计划应该即使现在是试办的阶段，但我想我们应该就可以在这个阶段开始去想一些比较永续的可能性。都是劳动部来做吗？当然，我认为农委会的角色应该要再突出一点。我想劳动部开一扇窗，它协助了媒合了一些失业的劳工，但是例如说相关的教育训练例如说相关的农民培训或者说举例来说好了，如果有一个劳工那么投入这个产业，他不一定只看眼下的薪资，他也可能看到产业未来的发展性。那么在农产业的发展跟培训上面，我想这就是农委会的工作。那么农委会在这个部分如何跟劳动部这边有跨部会的合作，能够有更长远的规划，我想是这个不管是对于劳工也好，或是施工单位也好，那么这个政策能否长期推动下去，来对于我们的农产业有个正面的帮助，那么这个可能是现在就要开始思考的。是，谢谢。那我也请教一下我们副处长，这方面会其实大家不可能说只有单靠劳动部来解决这一块缺工的问题。对，没有错。农委会后续会跟劳动部来合作。我们希望什么样的合作？参与这一个计划的农务人员能够继续留在农业。刚刚我就直接收编了。听到这一个参与这个计划的人员对农业有这么好的一个兴趣那我想我农委会愿意帮忙。那我们有几个方向，实际上我们已经有拟定了。如果说农务人员劳动部这个计划结束以后，第一个我们希望参与的人员能够依照地域别你依各县市由农委会来媒介到跟农委会这一个农务计划合作的农场，所以就希望你来到你们的农事服务团去了是吗？对，你可以继续成为这一个农业领域的工作者。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这些农务人员他希望自己能够这一个当老板，自己来从事自己的农业。那这个有方向。第一个先到农地银行我们这一个农委会有辅导各个农会都有成立农地银行。农地银行去寻找你觉得可以适合经营的农地。那除了有地以外，你也要有资金。那这个资金可以各地的农会你们有这个申请的一个资格，来申请不同项目的一个贷款。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刚刚也有人提到的，我觉得从事农业
有一部分还是需要一些技术性。那这些技术性啊，我们鼓励啊，这一些参与农务的人员啊，能够参加我们农民学院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讲习会，那给予相关技术的一个指导，那这样才能够确保你从事农业可以成功。所以劳动部这边开了扇窗，找到人力，然后这些有兴趣投入到农业的人力，你们要善加利用，要做永续性的规划哈。对，没错。好，谢谢副组长。你先下困结束了提议论该讨论，你下困一下，眼皮哥准备继续困哦。你把个期盼计划都采提了实现个时间，就多多来到下细节个问题为来讨论参详的。好，反正大家嗰陣都討論嘅現場，了擺勞動部推出了解勞工農事服務團哦，希望咧解決一下農業當欠應嘅問題。不過呢個期盼計劃推出去啊，又仍然是有冷有熱哈，在我們南投縣呢反應相當的踴躍哈，這個熱議不斷。那不過呢，在隔壁的彰化縣，就感覺冷掉了許多。你來看一下。一篇係彰化縣農事服務團其中嘅一團，報道人數只有2個人。事實上，規個彰化縣來講，開辦4個團，除了1個團人少啦之外，有1個團已經結案，另外1個團當初辛苦嘅挨等，招募25個人，只有6個人來報到。有的是一開始上安全講習的時候，他就說他不適任了，有的一部分的人是上工了。適應不了那個工作環境，太熱了，因為他們這個時間點剛好是夏天，有的他們根本就沒有實際從事農業工作的經驗，只是因為有這一個補助，政府有補助方案吸引到他們來應徵，有的上工之後才覺得他們不適任。農場的工作性質跟工廠差異也很大，那可能也跟相關服務業的內容完全不同。那在中年失業來講，他可能要面對到這麼大的環境的變化，然後適應到這個高度勞力的一個環境的時候，我想大部分來講，我們盡量配合他，可是他的一個適應的能力沒辦法說一般像年輕就開始從事農業工作的人來講，那落差那麼大。畢竟他有之前工廠的經驗，但是完全沒有農場的經驗。陳建興和彰化縣境內經營花卉農場一成功，經營為勞動部期盼嘅農事服務團，和彰化縣執行起來所面臨嘅困境，除了要組織嘅人對於環境適應嘅問題之外，心態係咪是在調節，也係動態嘅原因。年輕人他對農業的也許他是一種興趣，可是看到這種高溫、高勞動力密集的情況之下，也許他還是覺得說，我以後要做這個工作做一輩子，他會待得下來嗎？強權嘅期盼政策同無強權演示、無強權產業出現無強權嘅結果，原因係乜嘅？其實當重要，完全同每個細節、每個脈絡做綜合性嘅檢討，唔係保好嘅、無保壞嘅，相信將係期盼政策漸見愛嘅結果。不管是果園啊，還是有機農場啊，還是水稻田，明明都那麼缺人，那現在有很多人沒有工作，很需要工作。為什麼一個這麼需要的吸引力，然後一個這麼需要有工作的推力，卻沒有辦法結合？我們看到從彰化縣的例子哦，其實4個用人單位，其中有一個已經結案了哈。為什麼做不下去？是因為招募來的人受不了太陽那麼的毒辣，然後做田這麼的辛苦就放棄了呢？還是有什麼相關的行政流程讓他們覺得後繼無力？不知道在實際上在現場操作這樣的一個利益良善的政策，為什麼落實到地方做不下去？我們每天要完成的表格有每天的簽到表一天要簽4次，然後我們還有填那個工作日誌表，我們還要填考核表，我們要填考核績效統計表。然後還有這個我們每個月的這個統計的這些數據要報表要填上去，要 key 上去電腦這樣子。是，但這些數據資料都是勞動部要在做結案的時候需要的數據哈。有些可能是長官他們需要遠距去觀測，說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子。是。那你觀察到我們第一線勞務朋友，他又要做農又要寫這些，有發生什麼困難嗎？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请他们签4次，他们就觉得很困扰，因为他们在农田里面工作哈，那又要去拿锄头，又要拿笔哈，就是对他们讲是很辛苦。还有就是外籍配偶的部分，外籍配偶部分他们在文书的写字上面来说也是比较痛苦这样。好，先谢谢你。还有其他乡亲朋友能跟我们反映说，你们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有碰到哪些问题？这位小姐，我是信义的管理人员。那原则上，我现在遇到问题是3等亲的问题，就是说，计划中有规定说，3等亲不能在自己农地耕作。那病人不能在自己农地工作的时候，其实想回乡的子弟，其实也是一个困扰。你是说，假设我有一个红龙果园，我是虚工的农民，但是我请来的这个劳工人力不可以是我的亲戚朋友。对，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可以的话，但是要更加紧的规范。例如说，3等亲可能是说，你不要在自己的农地做没关系，但是如果说以亲戚啊、堂兄妹啊、堂兄弟，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就不用受限制的这么严，是亲戚就不能够做。对。好，先谢谢你。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请廖东部来回应哈。还有朋友要来反映的吗？这位小姐。我这边有个问题，就是农务人员反映说，因为我们农忙期，农务人员可能会一直工作好几天这样，那就季节性的。对可是现在又有什么，比如说一例一休那种的，就是有时候农忙会卡到国定假日这些农务人员就会自己跑去工作。如果就是会有发生一些问题，我们就比较控管不到他们这样。农民也需要工人，工人也需要工作，可是呢，放到劳动法的框架底下的时候，你们很难做事。对啊，就是我们想要让他去工作，可是又限制于法律的规定，这样子。一个头两个大，你看到表情就真的充满痛苦哈。你好，谢谢你，请坐。庭轩，我们知道农民是享有农保，本来跟过去享有劳保的劳工就不一样，但是推出的这次示范计划虽然是美意，不过好像把农民变成了上班族，就会碰到很多的问题，跟农业现场生产的状况其实是斗不在一起的。你有观察到这一个吗？那么我们现在的劳基法，它基本上制定的框架是制造业的框架，那或者是说有服务业的专章，然后根据服务业的状况去做一些认定。可是，在于农事工作的这个部分，比较没有去针对农事工作的特殊性去做一些去做一些规划。可是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去衡平的问题，因为劳工的工作条件，或者是说劳工的劳动权益这件事情，我们也不能忽视。所以说，这个东西除了在法规制度上的框架，我们应该去思考到说，那如果是因应农事工作的特殊性，那么那个劳动的法规应该要怎么样去应该要怎么样去制定，能够兼顾到农事工作的特殊性跟劳工权益的状况。那另一方面也是比方说透过劳动部跟农委会这边的政策规划，如何去辅导说，不管是需工单位还是用人单位，在人力上面的调配以及弹性这一点，那可以来适度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想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触可及的。对，这其实还蛮大哉问的。没错，所以说，例如说像现场工作的这些经验，我想应该要尽量的去收集，那应该要尽量的去了解，那定期的去开检讨会议，然后来能够让这样的意见作为政策上面修订的参考。这个示范计划1年半不够长是一个问题之外，光是这1年半之内，很多的磨合问题都已经陆续产生了。我们请教劳动部的视察来做个回应。这个农务人员不是说单一只有受雇到这个虚工单位，他是透过服务团在运作的。今天他没有去，他可以派另外一个人去，所以对虚工单位而言，他的工作是不会中断的。用管理制度来补足，对，是用调度的一个机制是弹性去运用的。好，这个是有在管理调度方面是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哈。那刚刚有提到有关于表单复杂啦、行政流程很琐碎等等。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案子是一个这个补助的一个金额，那既然涉及到钱的问题、经费的问题，就有一套审计的一个很严谨的一个行政的流程哈，这个必须要去做一些也省不得是这样吗？对，也省不得的部分。另外，针对有关于3等亲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了解到一般的这个农务单位哈，在运用这一个劳力的时候有70%以上是属于自家工。那我们这个运用的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资源，那如果说
一个它本身就在运作的，我就本身有自加工在运作的，你还投入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奖励的这样的资源，就干扰它原本在运作的这样子的劳动市场的一个平衡的。好，平轩，你这样听起来，其实从劳动部从劳基法的框架来谈农业，我们发现有很多汉格之处哈。刚刚检验视察有提到说，那在虚工单位上面，它可以去做人力的调派。虽然劳工可以轮休，那他在人力上面可以做调派，那当然是这样子没错，这是理想的状况。可是我们也听到实际上面在用人单位上面的一些考量，光是在人力调派的这件事情上面，如何能够去扩大用人单位他们的资源，而让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组织跟服务更多的虚工单位，还有我们需要工作的农工。那么这个东西才是我们检讨的目的。是。副组长，其实我们可能不能只是被动的看着劳动部做完这个案子结案之后，我们再继续接手看如何把它延续做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评估到，在这一套的计划里面，我们的主导性会放在哪里？这一个计划后续如果结束，那农委会会跟劳动部来相互合作，因为这一些农事服务团的很多成员，或许他们很有那个意愿要继续从事的一个农业经营。那这一些愿意继续从事农业的经营农委会实际上是这一个举双手要欢迎他们来参与，但是在参与过程当中，我们应该还是要鼓励这一些农事服务团的成员接受这一个相关农民学院的一个教育训练。那在教育训练过程的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农委会都愿意来协助帮忙。谢谢副组长。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布局跟比较永续性的规划，我们需要有哪一些期待可以看？现在投个哈不该样片款国了解国技术准备投了。其实他真的是不了解说农工的形态其实很多样很杂，而且他的那个市场的那个就是说劳力的需求有没有就是太极端，有的时候需要很多，有的时候需要就是说可能就没有，所以变成说不是说每一个雇主都能够给这些农工长期稳定的合作的一个关系。能够包括有农保身份的可以加入的话，会更快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两方面的身份都可以做，因为大部分会从事农务工作，大部分是有农保身份的人。如果说他可以从农保那边带动来教导这边劳工身份的，那就会解决最快的问题了。应该是由政府单位，应该是要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培训让就是有兴趣，而且能够经得起我们这一个环境的气候的考验，有兴趣从事农业工作的人来从事，这样子比较恰当。要不然它变成短期，好像就是说我是因为了一份薪水而来从事这个工作，他不是为了说他对这一份工作热爱。我是觉得如果有必要，还是必要去引进一部分的外劳，然后处于用开放的态度。如果像我们已经走到一个大农场的机制之下，其实我觉得我们很有想法要去评议这些所有花卉的价格，或者评议所有的农产的价格。可是我们确实有资金、有设备，可是我们没有劳动力。好，看到样片，你发现其实真紧动欠应该农业现场大单位抢来到凤雄类部就了政府天天咧都改做，不过都做的高仓之中拄到个困难，了也会真实来解决的。国老西建开放不现场，我们先请这位先生。我认为农妇现在面临极端气候，还有专业的这些就是所谓知识方面，还是需要不断的去进修，来因应这些就是所谓未来的这个挑战呢。所以说，那缺工只是其中一部分。那如果说能够找到专业人才，那你辅导他从一条龙式的到农场去见习工作，那还有我们农委会这个所谓一平台农民学院，是一般30个人就好，有10个人或9个人愿意来从事农务的话，我相信全国算下来要招工要解决这个缺工的问题是轻而易举。好，谢谢您的意见。好，我们先请这位先生。农改场一梯才30个人，那我们很多要训练的时候要去给他训练，他没有名额给我们啊，消化不了啊，他根本完全消化不了。他30个我们
你看你自己问农委会的长官，每一次要报名都报不上啊。就我们透过了层层的关系，也没有办法给我们名额啊。那还有，他要报是要到彰化去训练呢，不是在我们本地训练。我们农工哪有那么多的钱，哪有那么多的力量到那个地方让你训练？你训练有钱给我们吗？是我们要给你钱。所以觉得政策还不够友善，不够普及。对，就是说、这个友善的政策，对于农工可以更为友善，而不是感受到你有好的政策，可是我们政策是卡不进去，用不到，也就是说，像我们农务团，我们这样子磨合之后，我们发现，比如我们这个雇主，我大概派这3个工是你最适合的，所以我们就会调整，派这3个工。但是其他的，哇，很多问题啊，比如说去的时候，他也许，比如他采茶他很流利哦，但是采火龙果他又不一样了，扛甘蔗他不要。那这个也要考虑到我们农工的心境，所以我们做这样的关怀。所以我大概就是说，我是不是拜托政策能够更人性、更友善？是这样子或许能够帮忙我们更多。谢谢。所以大政策底下的细节有很多哈，希望部会的官员听到的时候，这些其实应该有更紧密的跨部会的连接跟综合讨论。好像还有乡亲朋友也要把意见提出来。这位大哥，我从事将近2个月了。为了刚才我们那个太记得，我要离开这个工作，因为他们的口气，他们以他们的专业的眼光要求我们这些外行人去跟进他们的速度，没办法嘛。红龙果你知道会痛啊，会刺啊。有时候回来晚上都没办法捧碗啊，底下没法弄牙，建起来啊，能怎么办？所以很多事情等到我们驾轻就熟了，我们的装备都齐全了。老板也很赏识我，他会观察2个月了，你的表现非常好。谢谢。农业的特性果然落实到一般的劳工基层上，他们会有很多自然难行的地方。其他乡亲朋友也可以来提出你们的意见看法吗？因为我们团有发生过那个我们的农务人员发生那个职业灾害的问题，然后可是，在我们一般的认知里面是那个雇主他必须要负担那个农务人员他受伤。然后不能上班的30% 的那个薪资部分，然后70% 是由劳动部帮我们出嘛，因为他们都保劳健保。然后呢，可是后来我们就有区公单位，他就觉得说这样子的话，那我就不需要请你们的农务人员，区公农民就没有意愿要请人，对，因为我必须要负担那30% 啊。后来我们就是请教我们的长官，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有发生这种职灾的问题，他们可以愿意用那个专案的来帮我们申请那雇主的那个30% 的负担。就是让劳动部来替我们付，可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宣导出去，所以其实很多区公单位他其实不知道的，所以他就是会减少就是区公他对我们的就是叫我们的农务人员上班的那个意愿。好，最后时间还有没有乡亲朋友要提出意见？请举手，俊杰。我们既然劳动部已经成立了农务服务团，然后我们南投县也有成立5个服务团用人单位，那其实未来可以结合像农委会的农事服务团，把用人单位不要局限在于农会，对，然后将我们这5个已经执行过1年的经验，然后我们也对于整个南投县哪里有缺工，哪里有工作机会，以及对这我们20个人的算是专业的农业人员，我们都有资源。然后借由这个媒合，让他们可以持续做下去。不管是以后6月以后没有补助的话，也可以让他们持续的从事农业。对，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基础不应该就这样溃散哈，谢谢你。那劳动部的视察想请问，就是其实我们这个试办计划就是在试水温嘛哈，1.5年这样的一个试办期。那试办期看这个执行的结果做检讨跟定政策的方向。本来就是一个关键，你们要执行的业务。那请问，从今天的这个居民大会的论坛见微知著哈，发现不管是劳工朋友们，还是用人需要用人的农民朋友们，还是用人的单位，其实都在反映这个政策应该要持续做下去，他们现在的基础才不会浪费，而且将来可能做到更大的效益。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劳动部这边能不能在更快速的脚步去整合到现在收集到的意见，作为下一步？
过去没有做，你今年做了，那未来呢？这样的示范计划不要让它就在风中随风而散了吧？投下去的1.9亿，难道就这样子示范1.5年就结束了吗？这个未来的前瞻性跟永续性，应该是要更严肃一点来考虑的。那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如果具有这样子的一个农业的一个发展潜力的这样子一个农务人员啊，其实后面有很多一套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培训的相关的一个辅导的一个措施的引导，不是只有农务人员，包括我们用人单位，包括我们虚工单位，其实也要去辅导。这些虚工单位必须要去辅导什么？让他们的经营的一个绩效能够成长，让他们改善工作环境，让他们能够鼓励他们把薪资提高。让一些愿意从事农事工作的人能够进来，这样才是能够根本解决这个农事缺工的一个问题。整体要带动哈，而且劳动部也释出了这样子愿意努力下去的企图心。那处长，其实，在县政府的角度来讲，希望这个政策继续延续，不管是我们自己劳福处、我们的县政府农业处，其实都要一起搭配，来让这个整个缺工问题持续性的得到解决。那我想我们的政策啊，不要太着重于短期啊，我觉得一个政策的推行，1年那确实太短了，牵涉的这么广泛的一个政策，这个跟劳基法、跟职业安全、跟很多都跟健保都有关系的相关法令，而且很多牵涉的将来第2阶段的发展，比如说像俊杰有意从事农业的人，他将来该怎么走啊？只是短期他为了生活希望赚更多钱的人该怎么走？这些牵涉很多，所以我觉得劳动部应该及早。不要到明年6月再宣布说要不要继续。应该我是建议了，我是建议说，各地访视之后就应该有一个结论在年底之前就应该延长或是停止，就应该做一个决定。我的建议是，像这种计划最少要一个3年计划，1年是太短了。其实它1年显示出来的意义也不大，因为像彰化县，你看它现在做的不好，其实它如果明天再继续启动，它可能都可以做到我们的成绩。所以如果劳动部能够马上宣示说这个计划是3年的，那我想整个状况会不一样。好的政策有了好的开始，那要及早定调，到底有没有可能永续做下去？最后评选，既然要试办，就代表大家觉得这个政策有可行性，所以才推出来试办。所以试办的初衷就应该以这个政策能够延续去做下去。那事实上，今天我们在现场就已经听到很多实际在第一线执行工作的人的反馈。那包括说，不是只是看劳动力有多少缺口，然后去把那个人数去补足而已，然后相关的配套、教育训练，然后相关的农业资源的投入等等的这些东西都要一起跟上。那这个不用等到试办结束，这个现在就可以做。那其次呢，在这个政策的试办下，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让人力回流。那这个人力，因为人力回流这件事情，才能够根本性的去改善农村缺工的状况。那这个人力回流，不管是现在有热情从事农业的农工，他未来可以成为独立运作的农户，或是说他在农村有一个充足的工作经验，然后也建立起自己的人脉以后，然后未来他可以朝向自己去跟他已经认识的农户去帮这些农户工作，然后形成一个就是良善的劳雇关系也好。那我想这个是让社区能够自主劳动，不管是现在的农户还是现在的农工来讲，让他们可以透过彼此的意愿自主劳动的一个关键，那也可以去解决掉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需要透过用人单位去雇佣在转介媒合而产生的劳基法问题，所以这些是现在就可以看到的，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不需要等到试办结束之后。那我想在这件事情上也不只是劳动部的责任，农委会已经在做的政策，已经在有的培训计划，还有农委会既有的资源，应该要及早投入。一方面是让这个政策的品质能够和延续性能够有所发挥，另外一方面也是安我们农工跟农户的心。是，谢谢您的发言。所以这件事的意义不只是在辅导失业劳工就业而已，还有这个农业的这个发展性，还有前瞻性，都是很重要的部分。最后的结论，我们请农委会。不管是劳动部的计划有没有延续，那参与的一个相关的这个计划的农务人员啊，如果有意愿的，农委会也有相关的计划，可以媒合当地的一个农场，那让你能够在农场继续成为农业领域的一个工作者。那如果想自己当创业的话，来真正从事的农业的话，那我也很高兴有听到，青年农民也都知道去报名参加我们农业改良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技术的一个课程。那我们自己本来就还在执行的农福团，也要继续做下去，甚至要扩大，来跟劳动部这边相应成章。对对。好，以上系今日出面台副呢度南投界讨论，非常感谢大家嘅收看，你再会。